后来继续来到桃园八德后庄街这条巷啊，有一台客停车去弄电火条啊，把这个电火条啊弄到溪一边。啊，这条路是通到国道2号的近路，这个路真矮。当时佫是上班上课的时间，这后壁车是排甲长长长。警方将会厘清车祸的原因。啊，台电讲，国电来踩电火条的时阵，嘛会考虑看要踩伫一搭较安全。头前的客停车向向停了个，后边驾驶也拢对你打动啊。这边在这动啊。后边驾驶弄刹无正，客停车向向加速，直接去弄电火条啊。好容易撞电线杆。电火条啊，轰动甲起一边，电线阁一直害哩。客停车也因为弄伤大力，快插伫路中。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客停车加速去弄电火条啊，弄甲真大力，连镜头拢一直咧闪。车祸都发生伫通勤的时间，后边车拢塌甲未点未当。车祸发生伫昨夜6点外，桃园八德后庄街41巷。红绿灯的电火条啊，搁倒伫车路边啊是农地，另外一边是工厂甲主体，巷啊会真挤。啊，那是安怎伫通勤时段会遮侪台车咧？因为这条路的另外一边直通福德一路，顺这条路行加较紧，会当直接接去哩国道2号。想袂到，就伫尖峰的通勤时间，竟然发生车祸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理。诚信司机无明显外伤，经对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台电公司表示，会重新考虑设电火条外所在。啊，那针对客停车司机甲去弄电火条啊赔偿的金额，将会继续进行讨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